各位觀眾，大家好，今日係3月4號星期三，歡迎收睇幾時每日新聞報道。今日嘅新聞有：中東局勢動盪至航班混亂，有消息話首班飛去香港嘅航班有望成行。記協司法覆核運輸署收緊傳媒查車牌措施，質疑干預新聞自由。高等法院星期五頒判決。終審法院將會直播9單案件嘅聆訊，包括周家成獄中記投訴訊案。首先，同大家跟進一下中東局勢對香港嘅最新影響。自從2月28號以色列同美國聯手攻擊伊朗之後，中東領空一度封鎖，大批港人滯留喺迪拜。入境處表示，截至3月3號下晝5點，共接獲585名身在當地嘅港人查詢。國泰航空宣布，由於中東局勢升溫，3月14號或之前往返香港同迪拜、香港同利雅得嘅航班已經全部取消。機管局數據顯示，3月4號當日暫時有6班航班取消。有滯留嘅港人話，國泰最快要到3月18號先可能有位返香港。目前迪拜處於有限度復飛狀態，而阿聯酋航空有另一班機，可以話係中東戰事爆發以來首班由迪拜去香港嘅航班。有線18台賽馬主持黃精甫阿蒲憶述，尋晚仲聽到防禦導彈嘅聲以及手機發出嘅導彈警報。當局亦建議佢哋盡量留喺室內，唔好靠近窗邊。另一位滯留港人阿信就形容心情好複雜、好彷徨，甚至覺得絕望。佢原本訂咗國泰機被取消，而家買咗3月5號阿聯酋航空嘅機票，但航空公司通知暫時唔好去機場，要等到有位先好去。因為機場依然係高危目標，佢感嘆話：原本市面好平常，但自從頻頻傳出爆炸聲，先驚覺原來打仗同自己咁近。仲有一位港人波伊指出，現時整體資訊極度混亂，缺乏官方明確指引，令佢感到孤立無援。有唔少人討論緊應唔應該經陸路去鄰國阿曼再轉機，但包車費高達7000至8000港元，仲要面對坐地起價或者被軍方路障封鎖嘅風險。而香港方面，原本打算去中東嘅行程亦受阻。位於元朗嘅伯特利中學，原本3月底有個迪拜交流團，雖然學生都係過5關斬6將先攞到名額，但校長梅志文考慮到安全風險，決定提前1個月取消。雖然校方已經俾咗10幾萬訂金，但校長強調所有損失費用會由校方承擔。另外，旅遊業議會表示，農曆新年旺季啱啱結束，目前受影響嘅旅行團數量約為個位數字，但杜拜同多哈係轉機去歐洲嘅重要樞紐，暫停航班會影響埋歐洲線交通。另外，根據保安局最新嘅外遊警示，伊朗目前仍然維持喺紅色級別，即係代表有明顯威脅，市民如非必要避免前往，並未提升到最高級，代表有嚴重威脅嘅黑色警示。至於同樣受到襲擊嘅阿聯酋杜拜，當局直情係未有任何警示。其實中共外交部前日已經證實，有一名中國公民喺伊朗首都德黑蘭死亡。發言人毛寧亦警告當地安全形勢嚴峻，再次提醒中國公民要盡快安全撤離。而鄰近嘅澳門旅遊局早喺2月28號開戰當日，就已經將伊朗嘅警示升到最高嘅第3級極度威脅，叫澳門居民暫時唔好去，喺當地嘅就要盡快撤離。面對傳媒查詢，保安局未有正面回應黑色警示嘅具體準則，或者伊朗點解唔符合條件，只係強調會不時評估機制覆蓋嘅國家，去調整警示級別。局方又話，雖然維持紅色警示，但已經因應外交部嘅提醒，喺網頁更新咗關於伊朗同以色列嘅附加資料，提醒港人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目前波斯灣多國嘅領空都實施咗禁飛或者限度準飛，導致大批港人滯留。雖然炮火已經波及到卡達、科威特同沙特阿拉伯等港人常去嘅地方，但保安局目前除咗對沙地阿拉伯鄰近也門邊境地區維持黃色外遊警示之外，對其他受影響地區都未有發出新警示。對於點解唔對杜拜發出警示，局方同樣無作出回應。翻查資料，上年6月以色列展開紅絲崛起行動，引發12日戰爭期間，保安局曾經向以伊兩國發出過黑色外遊警示，但今次喺局勢同樣緊張嘅情況下，做法明顯有所不同。
跟住轉去睇下法庭新聞。記協早前入稟挑戰運輸署收緊查車牌措施嘅司法覆核案，高等法院法官高浩文已經定咗會喺呢個禮拜五，即係3月6號朝早頒布判決。成件事嘅爭議點在於記協認為運輸署而家嘅做法同言論自由以及新聞自由嘅原則唔一致，所以要求法庭裁定呢啲措施係違憲。記協代表喺聆訊嗰陣就指出，運輸署嘅新安排其實係違背咗終審法院喺蔡玉玲案入面嘅判決，實質上係干預緊新聞自由。不過，運輸署代表就反駁，話記者並無權力去攞到個人資料，而署方作為部門係有責任為車主嘅資料把關。署方甚至喺庭上提到，當時有多間新聞機構喺新措施生效嗰日一齊申請查冊，質疑記者係刻意同步測試新機制，而唔係真係認真查冊，並解釋咗點解之前會拒絕明報、Now TV 同埋集誌社嘅申請。講返背景，呢單案嘅起源係因為港台鏗鏘集前編導蔡玉玲喺調查元朗721事件嗰陣查車牌，被控向運輸署作出虛假陳述。雖然佢一開始被裁定罪名成立，但最後喺終審法院攞到終極勝訴。中院當時嘅判詞講得好清楚，認為運輸署冇理由將真誠嘅新聞調查排除喺查冊目的之外。但係到咗2024年，運輸署推出新政策，新聞採訪竟然唔屬於自動獲批查冊嘅3個目的之一。而家傳媒如果想查車牌，一定要循例外情況提交書面申請，仲要令處長信納申請係符合重大公眾利益，而且資料唔會被濫用，先至會批准查冊。呢單案喺2024年9月聆訊嗰陣，法官原本話會喺3個月內頒判決。點知最後一等就等到2026年3月先至有結果。到底法庭會點樣定義新聞界嘅查冊權利？我哋禮拜五將會繼續為大家跟進。接住落嚟，跟進一下香港終審法院最新嘅聆訊直播安排。根據終審法院網頁近日更新嘅日程，由今年3月到5月期間，總共有9宗排期正審嘅終極上訴案，全部都會安排現場直播。喺呢9宗案件入面，其中5宗屬於刑事上訴，當中有2宗特別受公眾關注，分別係前中大學生會長蘇俊峰被指喺2021年立法會選舉煽惑投白票嘅案件，同埋1宗涉及律師協助周家成喺獄中寄出投訴信嘅案件。呢2宗案都排咗喺5月進行聆訊，不過目前法官名單仲有待公布。其實呢次直播安排係屬於一個先導計劃。中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喺2023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就提過，司法公開順理成章嘅發展方向。不過，司法機構亦都強調，並非所有案件都適合直播，例如一啲刑事審訊，特別係涉及陪審團或者易受傷害證人嘅案件，就未必適合。根據2025年3月公布嘅準則，直播範圍係唔包括國安訴訟、備受矚目的公共秩序案或者受高度政治關注等案件。咁樣做係為咗避免對訴訟人或者律師造成過大壓力。司法機構喺2024年1月曾經選定2宗民事上訴案試行直播，其中1宗係女同志被設法援嘅上訴案。當時嗰次直播錄得接近1萬瀏覽人次，最高峰嗰陣有超過500人同時收看，而當時參與嘅大律師都反映，覺得直播安排同平日冇乜分別。下一則新聞係關於交通消息，嚟緊呢個星期日，即係3月8號，屯馬綫將會實施第2次特別服務安排。今次改道涉及嘅範圍同轉車細節，港鐵話，因為紅磡站至尖東站之間正進行路軌改道跟進工序，當中包括要調整路軌走線同斜道，仲有信號系統同架空電纜設施嘅工程。所以部分路段需要短暫封閉，呢個係繼2月1號之後嘅第2回安排。雖然工程進行緊，但當日屯馬綫全綫依然會維持正常班次。不過最重要嘅一點係，如果你當日坐屯馬綫途經紅磡站，你係唔可以一程坐到尾，乘客需要落車，行去對面月台轉車，先可以繼續你嘅行程。到時車站職員亦都會喺車廂入面提醒大家落車。另外，喺紅磡站上車或者轉車嘅市民，一定要睇清楚月台指示牌，因為嗰日2號同3號月台嘅列車行駛方向會同平日對調。2號月台
會改為往屯門站方向，3號月台就會改往烏溪沙站方向。港鐵到時會喺大堂同月台嘅顯示屏、路線圖同指示牌加設臨時標示，清楚列明行車方向。大家登車前務必認清月台，唔好上錯車啦。為咗確保運作暢順，港鐵已經參考咗上個月嘅經驗，今次會加強廣播同指示，仲會增派超過180名人員喺紅磡站同沿線車站幫手。根據之前嘅數據，轉車過程預計會令行程稍為延長大約4至5分鐘，所以建議大家當日出門一定要預留充裕時間，以免影響行程。港鐵話，如果發生預期之外嘅情況，影響到星期一3月9號嘅服務，會盡快通知公眾。大家嗰日出門口前，記得留意埋 M-Tron-Mobile 嘅最新資訊啦。跟住再跟進一單涉及警員嘅法庭新聞，一名37歲嘅男警，因為涉嫌喺一日之內12次擅自取用警隊內部系統嘅資料，被控12項有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罪。呢單案今日喺東區裁判法院提堂，被告叫做何永昌，報稱係公務員。控罪指佢喺2025年2月6號，分12次操作香港警務處一個叫做 CMIS 嘅案件管理及調查系統電腦，目的係要令佢不誠實地獲益。呢位被告隸屬西區分區，而家已經被停職。今日喺法庭上面，被告暫時無需答辯。主任裁判官張志偉應控方要求，將案件押後至4月15日再訊，主要係要等控方準備好轉介去區域法院審理嘅文件。法官批准被告以7000元保釋外出，但期間有幾個條件，包括不准離港、不得接觸控方證人，同埋需每週到警署報到1次。另外，被告今日係冇律師代表嘅，佢喺庭上話打算聘請私人律師，並確認咗自己嘅入息同資產超出咗限額，所以唔合資格申請當值律師服務。最後睇埋股市表現，今日恒生指數低開報25,469點之後，跌幅就一路擴大，去到下晝嗰陣，個市最傷曾經跌過809點，低見24,958點。仲一度跌穿咗25,000大關，同埋喺25,007點附近嘅250天線。不過美市跌幅有所收窄，恒生指數最終跌518點收市，報25,249點。換言之，25,000同埋250天線呢兩個重要關口最後都係失而復得。今日嘅成交亦明顯增加，達到3,643億元。其他股票方面，科指跌咗接近1%。收報4,829點，重磅股好似阿里巴巴、匯豐、中石油全部都跌咗3%。不過市場入面都有逆市奇兵，小米反彈升1%，而中國宏橋表現最搶眼，升咗6%。今日嘅幾時每日新聞報道就嚟到呢度，多謝各位收睇，守護真相，絕對不放棄。我們嘅堅守需要大家大力支持，更加需要大家訂閱我哋嘅頻道。聽日再見。